好啦，今期六合彩即將會舉行啦，大家電視機熒光幕嗰度都會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。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、左至右順序排列好，即刻可以開始第17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。搞出嚟嘅號碼係39號嘅 First Draw Numbers 39。第二個搞出嚟嘅號碼係4號嘅 Second Draw Numbers 4。第三個搞出嚟嘅號碼係26號嘅 Third Draw Numbers 26。第四個搞出嚟嘅號碼係3號嘅 Fourth Draw Numbers 3。第六個搞出嚟嘅號碼係14號 Sixth Draw Numbers 14。最後一個搞出嚟嘅特別號碼係40號 Fifth Draw Numbers 14。我哋今期六合彩已經搞出嚟，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，分別係有3號、4號、14號、18號、26號、39號，而特別號碼係40號嘅。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六合彩結果，可以同3張嘅派彩。